好，各位同學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2024至2025年度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歷史科聯合模擬考試系列我哋呢個系列入邊最後一個嘅活動就係中國歷史科卷1卷2中五級同埋中6級嘅講座。咁我係今日講者啦，我係協會主席梁敬老師啦。如果大家有過往有留意開協會嘅 YouTube 頻道其實好多嘅片段都係由我去做一啲嘅講解啦。其實網上面包括協會 YouTube 上面嘅一啲嘅唔同嘅片段其實大家都可以隨時重溫係去應對唔同嘅即係屆數嘅 DSE 啦。咁當然有啲可能係月前嗰啲可能未必最 update。咁但係大家可以就係聽翻近呢幾年嘅話都應該相信能夠可以幫到大家嘅，因為我哋都喺呢個網上資源上面都非常之豐富，同埋嗰個內容都係非常之充足嘅。好，咁我哋今日就會主力同大家，因為始終我哋嘅焦點係喺中5級同埋中6級度啦。咁所以如果你係中6級嘅，即係你係應屆嘅，咁你哋應該會喺星期日朝頭早我哋會有一個就係如果你係報咗呢一個協會中史 Mock 嘅2.0咁你哋應該會有一個解卷片係會睇翻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我睇完呢段片，再睇埋嗰段片，其實都可以大約了解到到底自己喺真係仲有 DSE，仲有大約一個多月少少嘅時間嘅時候，佢點樣去準備，點樣去令到自己可以強化自己呢？咁呢個就係如果你係中6嘅考生，你收聽嘅時候你可以聽完呢個，再加埋嗰段解卷片咁再結合翻過往你自己有啲咩不足係可以再加以改善嘅。咁但係如果調翻轉你係中5應屆中嚟緊呢一年係即係中5嘅學生啊，即係你嚟緊下一年先係中6 DSE 考生嘅話咁你都可以即係及早準備去預先睇下有冇啲咩嘅內容係可以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到底入邊有啲乜嘢卷1嘅答題技巧，或者可能唔係喎，學校都未正式開卷2喎。咁因為我哋今日主力會再同大家講少少關於卷2單元3啦，同埋單元4一啲嘅常見嘅題型啦，同埋一啲我哋所講一啲答題嘅技巧嘅。咁所以大家即係無論你係中5又好，中6又好其實希望到呢段片都能夠幫到大家係去即係俾大家有一個及早嘅準備啦。咁中6嘅同學當然就即係正式進入直路啦。咁中5同學仲有即係1年多嘅時間度係可以去再加以準備啦。因為始終如果2026年考 DSE 嘅中5同學你哋都要睇埋今年2025年 DSE 到底出啲乜嘢嘅題目大約先知道你哋可能焦點溫啲乜嘢嘅課題上面啦。咁所以我哋特別可以睇一睇嘅2025同2026嘅中史科文憑考試咁當然疫情基本上已經過去咗啦。咁但係對於今年考 DSE 嘅同學又好，對下年考 DSE 嘅同學嚟講其實坦白講疫情一定有佢嘅後遺症喺度嘅。當然疫情後遺症你哋呢幾屆嗰個影響唔算最深，最深嗰幾屆應該已經係之前嗰幾年嘅時候已經係出現咗㗎啦。咁但係始終唔同嘅程度上面嘅影響咁其實都唔多唔少都會影響到大家嘅學習情況啦，同埋始終我哋個課時即係未必足夠嘅。咁因為我哋高中嗰個嘅中史嘅課堂內容其實真係好豐富。咁但係喺課時其實都唔算話好足夠嘅情況之下，點樣能夠真係由頭教到落尾呢？咁有啲學校我知道就係可能教到某啲嘅近代史部分咁就停㗎啦。咁就其他部分就靠自己，大家去自己自學啦。甚至到如果真係出咗嘅話就唔特別去揀嘅。咁但係你記住就係即係有陣時候我哋去準備 DSE 嘅時候，當然都係要睇大家嗰個準備程度有幾咁多啦。咁即係如果你有準備到人哋冇準備咁其實你已經係優勝過別人嘅地方㗎啦。咁所以大家係要即係都諗下一樣嘢，就係雖然我哋個中史課程係真係好浩瀚無邊，咁但係有啲位當然根據陣間我哋都會講到個出題趨勢大家可以因應翻嗰個嘅出題趨勢係再可以焦點同埋可以再集中啲落去某啲嘅課題上面嘅溫習度嘅。咁當然啦，嗱我哋即係用翻過往 DSE 嘅內容去做一啲嘅參考啦。其實2024年中史科文憑試留意嘅地方其實你可以記得到嘅，即係用翻上年嗰個情況去睇
就睇翻就係以前2022同2023年咧，其實兩年嘅文憑試咧問得係相對比較簡單，問得比較大路啲嘅，但係個稅分咧係相對而比較多。咁嗰陣時都仲係一個我哋所講考評調整嘅一個時段啦。咁所以咧評嗰個稅分多嘅情況之下，喺個評分上面或者嗰啲刁鑽位上面，其實都會唔會係因此咧係多咗咧？咁所以咧呢個位特別我哋喺過往咧。2024年啦，如果睇翻2024年個 DSE 嚟睇咧，其實你會見得到有啲位都幾夠刁鑽嘅。咁但係調翻轉啦，今屆如果你係去考 DSE 嘅同學嚟講，咁有啲咩地方係要留意咧？其實嗱，咁我講今屆如果你係4月29號考 DSE 嘅中試 DSE 嘅同學咧，其實你要留意一樣嘢就係今次呢個嘅文憑試咧，中試科文憑試咧，其實已經冇任何嘅調整㗎啦。即係嗱，當然。佢係咪真係去到復常翻疫情之前嘅嗰種嘅模式呢？冇人知。咁到底係復常一半啦，定係剩得嗰半唔復常呢？咁呢個都係冇人知嘅。咁所以呢，特別我哋留意我哋去預算到底今年喺準備呢個2025文憑試嘅時候，你要預測到究竟考評局係點樣出牌呢？咁到底嗰啲嘅課題，咁當然因為一定係會有地方呢，係會唔會有大兜亂嘅情況發生呢？咁其實會唔會有好大嘅未知之數呢？其實坦白講，每一年呢，當然考評局都有好強調嘅就係唔希望大家貼題啦。咁當然。你唔貼題嘅話，其實你要溫嘅幅度，其實溫嘅範圍嚟講係真係好大嘅。到底佢會唔會翻炒？到底佢會唔會即係連續幾年都話出相同類型嘅一啲嘅課題呢？咁所以咧，大家喺如果你係今屆 DSE 嘅考生嚟講咧，你真係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冇任何調整之下，到底你喺個溫習策略上面真係點樣去處理會比較好啲呢？因為必答始終咧就係好多唔同類型嘅課題咧，都係未曾試過出過，一陣間我都會有個統計嘅。咁未曾試過出過嘅時候，佢到底會唔會又喺2025年嘅時候重新出現翻呢？咁呢個即係呢個就真係要大家可能你哋嘅科任老師可能有同你哋去做個預測啦。咁或者要大家咧真係即係有備無患啦。即係有陣時我都係嗰句啦，要做好最好嘅準備，最壞嘅打算。有陣時有啲地方咧，如果你做得充足嘅準備嘅話咧，真係如果假若最終個情況係出咗一啲可能冷門嘅題目，或者你可能同你心入邊都仲有一段嘅距離嘅課題嘅話咧，其實都唔需要話特別好影響到當陣時即時嘅一個應試嘅心態。咁所以咧，特別要留意有啲位咧，我哋多重準備嘅話咧，咁我哋就以備不時之需，最理想㗎啦。咁我哋當然啦，嗱，文憑試考下嘅內容其實。作為如果你哋係應屆嘅 DSE 考生，你應該係好清楚你哋嘅文憑試考核內容係啲乜嘢嚟㗎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喂，再下一屆嘅 DSE 考生，你哋熟唔熟悉個考核內容呢？咁嗱，當然因為你而家係復常啦嘛。咁復常呢，卷一第一部分呢，其實甲部同乙部呢係各設一題嘅。咁啊，考生必答佔40分啦。咁以往呢，即係調整嘅時候呢，就係甲部或者乙部淨係各揀一即係。預算嘅啫，你可以答甲部就得，答乙部得。咁但係咧，而家因為復常啦，咁所以咧甲乙部咧其實各設一題，你兩條都答晒嘅。咁所以咧，到底必答題出啲咩咧？咁啊，真係要當日先知道。溫唔溫中咧就另一回事，因為咧，如果選答你冇溫到嗰個課題而出咗咧，咁你可以唔揀。但係調翻轉，如果必答咧你係冇溫到，但係佢出咗咧，咁成條題目就有機會咧。係出現咗個漏空同埋一個失分嘅情況㗎啦。咁當然啦，卷一嘅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從甲部三題入邊揀一題啦，乙部3題入邊亦都揀一題嘅。咁嗱呢個咧亦都同過往我所講咧嗰個考評調整嘅時候咧有一個最大嘅分別所在。因為過往調整咧你可以淨係集中溫古代史，即係我想講甲部，亦都可以淨係集中溫咧乙部近代史其中一部嘅啫。咁但係因為而家咧基本上由即係2024年 DSE 開始咧，就已經開始翻就係甲部3題揀一題，乙部就亦都係3題揀一題。咁所以咧你就喺溫書時候咧就唔能夠即係傾側喺甲部或者乙部啦，就要即係要溫嘅範圍同埋溫嗰個嘅幅度咧係一定要闊嘅。咁所以咧特別要留意。咁嗱當然你話要估其實就係好難嘅，因為你估到必答咁，但係到底選答
你自己温嘅範圍夠唔夠廣呢？會唔會佢出3題入邊你3題都唔識呢？或者3題都冇温中呢？咁所以呢啲係要特別要留意嘅，即係有陣時真係講嗰句啦，真係要做最最好嘅準備，真係要做一個充足嘅準備，咁先至能夠有備無患嘅去到 DSE。咁當然啦，嗱，卷一總分因為而家你必答題2題必答嘅話呢，就1題20分，2題加埋40分，咁再加埋呢一個第2部分嘅選答部分呢，咁啊50分，所以總分呢又上翻90分。咁嗱，作答時間就冇變嘅，都係2小時15分鐘嘅啫。咁但係特別我哋留意呢，嗱，根據翻過往呢，一個情況呢，咁如果你40分嘅必答題呢，咁其實應該係55分鐘內要完成晒嘅，咁而80分鐘內呢，就啱啱好做2題嘅選答，所以其實呢，就真係爭分奪秒嘅。咁當然啦，你話啊唔係喎，我想用5分鐘時間去睇清個資料、睇清個題目，咁變相你就可以必答嗰度呢，就用50分鐘去做呢個40分嘅題目，咁即係最緊要咧就唔好令到三方咧嗰個時間咧就失衡。即係有啲同學咧就話唔係啊，我好有信心做必答題嘅，咁我用咗差唔多成70分鐘做必答題，咁我後面嗰啲時間咧咁咪慢慢減咯。咁但係咧變相你記住用40分鐘去做一條完整嘅論述題咧，或者我想講一條選答題咧，其實個時間係真係啱啱好嘅啫，掹車邊夠好嘅啫。咁你越少時間咧，其實你有機會影響到你職場嘅嗰個嘅發揮嘅。咁所以咧就係特別要留意。咁啊卷二啦，嗱卷二咧都係嗰句啦，佔30%，咁啊都係26同25年嘅DSE 考生咧就冇之後要諗嘅嘢啦。咁因為再下一批嘅DSE 嘅考生咧，咁其實佢哋係可以選擇唔考卷二嘅。咁但係當然考與唔考呢個就當然係由翻科目老師係去自行去判斷啦。咁但係卷二其實坦白講喺成個文憑試、中史文憑試入嘅考核入邊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保命符嚟嘅。一個係當然一個令到你本身最低要求合格，咁從而咧當然你攞唔攞高分就當然要睇下你對於嗰個嘅卷二嘅內容究竟熟唔熟悉啦。咁啊當然啦，記住啦，其實過往咧 DSE 嘅考核內容咧，題目都係相對而言比較大路嘅，問得亦都非常之直接。咁啊大多數咧其實好多類型嘅題型咯，初步都睇過啦，都係要求考生咧係根據資料或者歸納資料嘅內容之下咧，去援引史實去解釋。咁你記住啦，援引史實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嚟嘅，即係如果你識去歸納資料，你知道個資料入邊問啲咩，但係冇相關嘅史實去延伸解釋咧，咁基本上你係會有失分嘅。咁所以咧，你特別要留意唔同嘅題目、唔同嘅提問字眼或者唔同嘅分數比例咧，其實都要大家去了解清楚，到底你作答時候嘅深度，到底有啲位係咪好空泛呢？有啲位會唔會可以真係再講多少少，解釋多少少，令到嗰個描述係更加立體同埋更加深入呢？咁嗱，記住特別留意，我哋中史係好強調4個字嘅就係即係史論結合啦。咁同埋當然你要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有啲嘅論説你係一定要具體嘅，即係你唔可以淨係淨係寫咗個大方向，但係又冇一啲實際嘅史例去輔助咧，咁其實係會引致到你個分數上面係有損嘅。咁所以咧呢個位特別要留意援引史實解釋。咁當然一定係要從資料嘅角度去睇到底有邊啲史實係適合翻資料個大方向啦。首要條件你要先識歸納先，咁然之後先再慢慢用史實咧係去做一啲嘅解説嘅。好啦，咁但係點樣去做一個最後嘅充分準備，或者做一個預先嘅充分準備咧？咁其實你可以記得到嘅呢一個就係我自己一個即係粗略嘅必答題嘅出題比例統計啦。咁我哋先睇甲部咧，即係我哋想古代史咧。咁你見得到嘅漢同唐咧出嗰個次數相對而言比較多嘅。咁啊，你話隋啊、元啊、明啊、清呢啲咧就一次都未試過出過喺必答題度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喂今年個大機率會唔會係秦呢？咁當然秦嘅機率係會大嘅。咁如果秦出必答題嘅話咧，咁當然大家應該對秦始皇呢個人或者秦朝嘅成個中央集權嘅措施嚟講咧，應該係唔會陌生嘅。咁所以咧，秦有冇機會出翻必答，或者秦會唔會同漢一齊出必答咧？咁呢個真係未知之數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喂其他陵遲嗰啲係咪代表佢唔爆冷咧？咁啊唔一定嘅。即係正如宋咧，其實我哋
預先都會諗過，喂幾時餸會出呢個必答呢？咁點知最終就喺呢個仍然係未正式復常嘅時候呢，就2023年就餸咧出咗必答呢個部分。咁所以呢，當餸都有機會出到呢個必答嘅時候，咁元明清有冇機會呢？咁呢個大家係可以翻去深思下嘅。咁啊當然除呢，亦都係未曾去特別出過啦。咁當然嗱，除呢度呢，或者我哋都所講到可能係涉及到魏晉南北朝嘅地方，咁即係會唔會係講緊北魏啊，講緊東晉啊，南朝嘅寒門議氏族呢啲咧，都會唔會有機會出喺必答度咧？咁呢個就即係大家可以自行去判斷，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多備無患啦。咁呢個係我哋所講咧古代史甲部嘅一個情況嚟。咁嗱，相對而言係比較容易啲處理嘅。咁但係最複雜嗰個咧，應該係粵部近代史嘅部分嗱。咁你可以見到咧，分咗最主要有3個唔同嘅時段啦。第一個時段咧就係清中葉至清末啦。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民初至民國啦，第三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啦。咁但係特別留意問得比較多咧，就一定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問咗6次，係啦。咁但係多句問咗6次，係咪代表唔會有第7次、第8次咧？一定有一問嘅。咁所以咧特別我哋留意嗱，到底係清中葉至清末啦，定係民初至民國咧？咁呢個其實坦白講嗰個焦點咧，其實都係相對而言係睇到嘅嘢，好似朝代好似少咗，咁或者我哋所講嗰個時段係少咗，咁但係咧其實你會見得到咧，其實嗰個組合變化來來去都係3個啫，咁所以咧特別我哋留意呢個咧，正正就係我所講喺必答題咧甲部同乙部嗰個嘅情況，咁你可以特別留意係咪喂特別多年數出嗰一年咧，正正就係嗰個係大熱咧，咁啊未必嘅，因為有陣時我哋都比較擔心佢會唔會有一啲課題上面會翻炒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特別留意，其實嗰個出題目嘅出題嗰個趨勢同埋嗰個出題嗰個嘅比例咧，到底係多與少咧？呢個大家係可以就住呢一個情況咧係做一啲嘅判斷嘅。咁所以有啲就可能話未見過喎，或者好多年冇考過喎，咁到底係咪真係考咧？咁呢個就真係要大家去自行去判斷啦。咁我哋可以特別睇一睇嘅嗱，其實呢一個就係我自己每一年咧喺考完 DSE 之後，我都會特別去整嘅。咁呢個表係咩嚟嘅咧？呢個表咧其實我哋特別留意呢個表咧，其實我哋最主要咧大家如果有時間我稍後都會將嗰個嘅講義嘅 PDF 咧係即係 send 俾你哋嘅科任老師，咁大家可以再入去咧再慢慢睇清楚。嗱呢個咧其實特別留意呢啲表咧，其實我每一年咧都有同即係你無論你係應屆考生又好啦，甚至到你係中五嘅同學又好啦，其實你應該可以咧去自己去即係做一啲嘅統計。咁啊由12年嘅DSE 開始去到24年嘅 DSE，咁就住唔同嘅課題，到底佢嗰個嘅分題比例啦，咁即分數上面啦，咁同埋佢問嘅內容到底係啲乜嘢啦？咁呢個咧大家要特別留意啦。通常咧我哋睇呢類型嘅列表咧，其實最容易要睇咧就一樣嘢，有啲係可能即係梅花間竹先出嘅，咁有啲咧可能係真係佢有出，咁但係佢過往亦都有出到嘅，咁但係佢嘅佔嘅分數比例咧其實好微嘅，咁所以你可以特別留意一樣嘢咧，如果周代分封嘅話咧，2024年出過選答題咧就700分入邊咧就佔咗15分，即係都佔嘅比例都相對而言係比較重嘅，咁所以咧特別我哋留意，當佢入邊都有問及到分封形成嘅一啲目的啦，同埋我哋所講嗰個疆土開拓啊，同埋鞏固周天子地位呢個位上面咧，其實我哋特別要留意就係有冇邊啲咧過往係有問過嘅，或者有冇邊啲咧係問得最常見嘅。咁其實坦白講咧，中史咧來來去去某啲嘅朝代啦，某啲嘅課題要點咧，其實都係一式一樣嘅啫。咁所以咧問來問去，只不過可能去唔同嘅階數，去問嘅方向又唔同。咁但係其實咧有機會。去到最終咧，都會同過往問法嘅內容咧係有少少類近嘅。咁呢個就係我所講周代分封啦。咁但係我特別留意喺春秋戰國嘅政治同社會變動上面嚟講咧，咁嗱當然有幾年即係連續幾年都冇出過嘅，15至到19年。咁但係我哋特別要留意咧呢一個嘅嗱，即係都係嗰句啦。過往如果你係今屆 DSE 考生2024年出咗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你呢啲嘅課題咧你可以略溫㗎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唔係喎，我想為咗保障自己嘅話咧，咁你其實當然要有一定嘅概念啦。
因為要有一定嘅概念咧，先至能夠令到嗰個即係題目，如果假如真係去爆冷，再重新出多一次去係翻炒嘅話咧，咁你都自己都可以有兩手嘅準備。咁所以咧，春秋戰國你可以特別留意咧，有幾年係真係零舍冇特別出過嘅。咁同埋去到2020年開始打後咧，就即係梅花間竹咁樣去啦。咁到底25年，當然你哋如果你係今屆嘅 DSE 考生，當然應該暫時呢個位可以暫時放低先嘅，因為如果要出嘅話，應該係26年 DSE 嘅嗰批考生咧，應該就會集中喺西周同埋我哋所講咧春秋戰國嘅政治同社會變動。好啦，咁當然啦，咁當然當然你會見到有啲課題上邊嚟講咧，其實真係咁多年都未見過。咁多年冇見過嗰啲，都係嗰句啦。有備無患嘅話咧，都盡量用一啲嘅概念咧，係略略咁樣記一記。咁啊，當然用列表又好，用時間線又好，用任何形式都好咧。你特別要留意有啲嘅課題其實一直以嚟都冇出過，但係唔代表你唔去認識佢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候有啲位咧真係即係多翻少少功夫，去探討一下到底去每一年嘅問法到底係問啲咩呢？好啦，咁嗱當然除咗西周同春秋戰國之外咧，秦漢亦都係今年嘅重點所在啦。咁但係你話喂過往成日問到秦始皇以法家先因治國嘅，原來淨係得一年問過啫，其他嗰啲從來都未問過。咁呢個同漢武帝係有少少分別所在嘅，因為漢武帝咧本身以儒家先因治國咧。嗰個背景同埋個原因咧，其實呢個位都過往 DSE 都有常見問嘅比個幅度同埋問嗰個嘅情況咧，其實可能問得仲比較多過呢一個秦始皇添。咁所以咧，特別我哋留意越簡單嘅嘢咧，大家越咧係要注意有冇錯到啦。咁當然嗱，呢度除咗我想講秦始皇以法家先因治國之外，咁當然秦始皇嘅措施同埋點樣評價秦始皇呢個位都係一個最重要嘅重點。咁啊過往都有2年冇出過秦啦，咁所以咧，到底今年會唔會有大熱門咧？咁呢個大家又可以，即係如果你又覺得秦漢係一個大熱門嘅課題嘅話，咁我建議即係秦漢必定大家要讀熟佢咯。咁讀熟咗佢之後，基本上你就可以令到你自己一啲基本嘅概念啊同埋脈絡上面咧，就應該唔會太過陌生嘅。好啦，咁啊當然去到漢武帝啦，漢武帝其實都近呢幾年都連續2年咧，當然問嘅方向都唔同嘅。咁但係我係特別留意漢武帝嘅同秦始皇嘅措施評價咧，即係措施佢做咗啲咩嘢，同埋佢嘅評價做啲咩咧？其實坦白講個內容上面咧就唔係每一年都有嘅。咁所以咧特別我係留意都比較常問嘅就係講緊時任政府啦，同埋我哋所講與民爭利啦，即係新經濟政策嗰個嘅情況啦，都直接好坦白嘅，即係好令到大家一睇一條題目咧，或者睇個資料咧，都大約估到嗰個大約嘅作答方向係啲咩嘢。咁當然去到戚患相爭呢個部分咧，就係見得到嘅。以王莽為例咧，王莽其實就係如果上年唔出嘅話咧，其實我哋都隔咗差唔多成8年嘅時間，你先見到王莽嘅。咁所以咧，王莽如果即係今年出咗咧，咁大機率應該係會咧留翻再之後嗰啲嘅屆數咧，先至會再見翻佢㗎啦。咁所以咧，暫時王莽呢個位咧，大家可以記得到，佢既然唔係成日時日出，但係如果出一小嘅分題咧，對大家嚟講都可能會有，即係如果你温唔熟嘅話，都會引致失分嘅。咁所以咧，當然嗱，戚患咧，我哋特別留意戚患咧，其實同嗰個東漢嗰個嘅國運嘅影響啦，同埋嗰個戚患相權嗰個嘅過程咧，當然我哋特別要留意嗱，都係同王莽情況一樣咧，都係淨係問咗2年嘅啫，10幾年嘅 DSE 入邊。咁所以咧，特別我哋留意有啲嘅內容上面，其實個佔分比例係真係比較重啲嘅。你睇翻括弧入邊嗰個數咧，就係嗰條分題嗰個總數嚟嘅。咁所以特別留意咧，戚患掌權嗰個由來，雖然佢問嘅即係次數或者問嗰個嘅熱度一定冇其他朝代咁咩㗎啦。咁但係如果你係今屆 DSE 考生，當然你可以暫時放低唔理啦。呢個戚患相爭同埋呢個王莽。但如果你係中五考生嚟講咧，咁你要特別留意有啲內容上邊咧，其實係真係要了解清楚到底嗰個承先啟後啦，同埋我哋所講嗰個嘅背景經過同埋最終造成嘅影響係啲乜嘢。咁呢個係要扣連翻呢相關題目嘅一啲嘅要求嘅。好啦，咁跟住就係北朝同東晉啦。北朝同東晉咧，其實基本上都係今年嘅一個大熱門嘅課題啦。因為都係嗰句都係梅花間竹咁樣出啦。咁如果佢係放落必答題度，咁對大家嚟講係咪又係一個
好處呢？咁因為嗱，當然北魏同東晉呢都相對而言係比較冷門，咁但係北魏呢，以我所知應該都係一個大家喺温古代古代史嘅時候呢都會常温到嘅一個內容嚟嘅。咁所以呢，特別我哋留意過往都係梅花間竹咁樣出啦。咁所以呢，孝文帝嘅漢化措施係一定係一個最重要嘅重點嚟嘅。咁當然我哋去學識點樣去評價孝文帝嗰個嘅漢化政策咧，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高階思維嘅一個內容嚟嘅。咁所以咧，最主要我哋可以見得到有啲嘅課題咧，其實基本上咧係若干年冇出過咧，突然之間出現翻。咁有啲咧就係可能前年或者今年出咗歌咧，下年就即係出咗之後咧，咁我哋有機會可能都係即係個出題趨勢咧，有機會係會比較即係我想講出嚟率咧，佢個情況會比較好轉少少嘅。咁所以咧，大家特別要留意到底佢問嘅內容係啲咩咧，同埋真係呢個表咧，其實即係一表去睇清睇錯咧，到底邊啲課題你可以着重落去多少少嘅。咁但係當然有啲課題真係一年都冇問過咧，咁嗰啲你就暫時可以略略避咗先嘅。咁啊當然嗱，另外除咗我所講北魏同東晉呢個部分之外啦，隋唐治世呢個位咁其實隋文帝都係DSE 嘅常客嚟嘅。咁當然問及到經濟措施啊，或者一啲我所講運河上面嘅建設咧，其實隋文帝呢個位有機會就即係多數可能俾幅地圖你啦，或者俾啲文字資料佢咧，係要解釋翻點解佢會有開皇自治嘅一個情況嘅。咁當然啦，嗱你話其他或貞觀啊、開元呢啲咧，就會唔會問咧？咁其實因為貞觀同埋開元咧，其實喺2024年嘅 DSE 嗰度咧，必答題咧，其實都曾經略略有略提過嘅，即係佢分數比重唔算話太多，咁但係至少一樣嘢，但係佢都有問到。咁到底我哋成日所講咧，亂世同埋盛世咧，其實基本上喺唐代嘅時候咧，係梅花間竹咁樣出嘅。咁所以同埋入去有一定嘅定數咧，係即係規定咗，或者一啲好潛移默化嘅情況咧，見得到嗰個我哋可以預測得到嗰個情況。咁所以到底佢係盛世啊定係亂世咧？呢個特別要留意，因為始終咧安史之亂咧同唐朝國運嘅關係咧，當然2024年 DSE 嘅必答題嘅時候咧，曾經都已經係出現過。咁但係咧始終安史之亂之後嘅政局同唐室嘅衰亡咧，其實都已經差唔多成7年時間冇見過㗎啦。咁所以咧，大家要特別留意，如果佢真係出嘅話，其實會唔會係集中喺安史之亂之後同唐亡嘅嗰個嘅關係上面嘅地方咧？即係個直接嘅關聯點喺邊度咧？呢個會唔會就係成個一個我哋喺温書嘅時候一個可以大家準備嘅一個內容嚟嘅？咁啊，當然宋元明清啦，咁啊宋都係㗎啦，因為宋過往出咗必答啦，咁其實隔咗1年，咁應該都大熱門都係會見得到㗎啦。好啊，咁啊元明清啦，元咧其實因為上年出過咧，就正常嚟講應該就唔會出嘅。咁你可以見得到啦，明朝呢度咧，其實都連續5年咧係出咗明太祖啦，或者我所講明朝嘅嗰個君主集權嘅一個措施啦。咁其實你可以見得到咧。連續5年都有問明朝咧，咁當然佢問嘅內容上面嚟講，唔算話太過即係我哋所講咧，太過嗰個直接啦。咁同埋有啲位可能佢問 A 方面就會問埋 B 方面啦。咁所以咧，特別我哋留意咧，其實佢呢個5年到底會唔會引申出大家去到今年會唔會第6年都照舊繼續問呢個明太祖同明成祖嘅君主集權咧？咁呢個位大家真係可以有啲概念上面嘅嘢啦。咁但係咧，唯一要留意就係除咗宋之外咧，清康熙帝同埋呢個雍正帝咧，君主集權呢個位咧，亦都非常之重要嘅。即係你見得到23、24年呢3年咧係未見過嘅。咁到底佢少出嘅情況之下，會唔會亦都係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咧？咁會唔會同成條清朝咧，即係清嘅君主集權，再加呢個民族政策，會唔會都係一陣間我哋會講到啦？即係清嘅集權會唔會同民族政策會同一條題目分咗2個唔同嘅分題咧？咁所以呢個位大家要去特別記住。咁當然元明咧，如果從呢個表去睇嘅話咧，正常情況之下應該就
唔會照計照計唔會應該第六炒㗎啦，即係六翻炒。咁但係如果你話第六次翻炒嘅話，佢可能問嘅嘢咧，同過往問嘅嘢可能有少少對比，或者問嘅方向係一樣，只不過轉咗唔同嘅字眼嘅啫。咁所以呢個就係特別我所講嘅明清時期嘅情況。咁你宋同清咧特別可以留意。咁去到民族統治政策啦，民族統治政策都係嘅。有陣時候就連續2年有試過一齊出啦，有陣時候就真係隔咗1-2年度咧先至再見翻。咁到底今次個情況係點樣呢？咁嗱，當然呢度都係嗰句啦，有備無患啦。咁加重即係將個焦點咧集中落去，到底清點樣針對住漢族人？到底佢嘅政策同埋佢嗰個嘅內容係啲乜嘢呢？就千祈唔好混淆相關嘅一啲概念用詞或者啲專有嘅名詞。咁甚至除咗漢族之外，我哋特別所講到呢一個蒙古啊、藏族啊、回族呢啲咧等等，咁其實佢有啲乜嘢嘅政策咧？佢用嗰啲乜嘢嘅措施去管理晒唔同嘅地區或者唔同嘅邊族咧？咁所以呢個特別要留意就係宋同清今年都係一個比較熱門嘅一個內容嚟嘅。好啦，咁去到呢一個近代史部分啦，咁鴉片戰爭其實都成6年時間冇出現過啦。咁當然好多都見到係預測鴉片戰爭會唔會今年出呢？咁但係當然嗰句如果今年都唔出嘅話呢，咁其實到底鴉片戰爭喺之後成個嗰個嘅出題趨勢呢，係咪即係已經係佔最低嘅一個部分呢？咁所以你特別要留意啊，其實成6年冇出過呢，都幾罕見嘅。咁當然啦，其他嘅戰爭呢，咁上年問到英法聯軍全體啦，咁正佢英法聯軍應該就唔係一個大家可以即係擺太多時間落去温嘅地方嚟嘅。咁甲午戰爭呢，咁我哋都係嗰句啦，甲午同埋八國聯軍戰呢，其實都係叮當碼頭嘅。咁所以呢，有陣時戰爭嘅部分鴉片戰爭當然有一啲嘅概念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去到甲午戰爭或者我哋所講到呢，呢個列強在岸勢力範圍嘅時候呢，或者八國聯軍咧，其實你可以見得到，其實問嘅方向大約都係差唔多嘅啫。咁所以咧，你可以見得到，有啲其實即係已經若干年冇見過，即係例如門戶開放政策咧，其實都有成5年冇見過嘅，即係列強玩新勢力範圍，佢問嘅內容唔算話太多。咁但係如果佢呢度可能假如俾個地圖或者俾一啲指示你，去叫你講翻4個或者5個。一啲即係我想講執分題目嘅話呢，咁如果你呢啲基本嘅內容唔掌握嘅話呢，其實有機會係引致失分嘅。咁當然八國聯軍過往出現過必答題呢，呢個其實都唔係好多考生都嗰個表現都係理想嘅。咁所以呢個位大家特別要留意。好啦，咁另外改革與革命呢，就係有挑戰，亦都有回應啦。咁但係當然洋務運動其實即係都同呢個維新運動呢，其實有啲內容上面呢係互相啱啱調翻轉嘅，即係。前者可能問完嗰個失敗原因啦，咁後者可能又調一調啲字眼咧，亦都可能唔係失敗原因嘅。咁所以你可以特別留意一樣嘢，就係洋務運動咧，其實都係 DSE 嘅常客。咁尤其是近呢4年咧，更加係喺有時呢度最後一屆係24、21同22年咧，你可以見到連續2年都有特別問到洋務運動。咁當然個焦點係唔同啦。好啦，咁當然就係維新啦。維新其實基本上出咗4年㗎啦。如果今年再出嘅話，就第5年。咁所以咧，明朝到底會唔會再一次翻炒，或者維新會唔會再一次翻炒咧？呢個真係未知之數。咁但係當然革命咧，其實都已經係分析咗關於即係2024年 DSE 嘅時候咧，都有講到究竟辛亥革命爆發嘅原因係啲乜嘢咧？咁呢個就係即係直接我哋所講嗰個嘅分析個成因係啲乜嘢咧？個背後嗰個嘅動機係啲咩咧？咁所以特別我哋留意改革與革命呢個部分呢，其實有啲地方真係出得比較頻密啲嘅，咁但係都係嗰句掌握一啲基本嘅時地人概念就 O K 㗎啦。好啦，咁另外民初政局亦都係啦，有即係計埋24年已經2年冇見過袁世凱同段祺瑞掌政嘅，咁所以大家特別要留意，其實過往都唔可以話梅花間竹嘅，咁但係過往通常都會係喺呢一個月報選答題入邊嚟講呢，一係就第6題，一係就第5題嘅啫。咁或者特別我哋留意過往都有試過擺過落去必答，不過呢年咧就即係比較罕見啲。咁呢度我哋特別長講啦。咁當然就係5·4運動都係啦，5·4運動都係6年時間冇出現過啦，淨係出現過1年啦。咁外蒙西藏基本上你大家都我諗方老師都未必同你搞㗎啦。咁你學咧亦都唔需要特別學咁多，因為都未必會出嘅。咁另外當然國共嘅一次分裂同一次嘅合作咧，其實
呢個喺2024年 DSE 嘅時候，第7題咧都有好詳盡咁樣，都有16分咧，係大約都講緊嗰個容共嘅原因啦，同埋咧剩低嗰啲可能係一啲我想講排序啦，同埋咧特別留意就係點解最終唔能夠持續嘅原因。咁所以呢個位咧其實都個關聯性都幾大嘅。咁所以大家特別要留意。咁呢啲如果2024年有出過嘅話咧，我諗再嚟之後咧嗰個出題嘅機率應該相對而言比較細啲嘅。好啦，咁當然就係抗日啦。抗日呢度當然有分2個部分嘅，一個就係講緊呢個9·18事變啦，咁同埋侵略中國東北啊同埋華北地帶呢啲咧，會唔會都係有幾年冇見過呢？咁到底會唔會有同抗日戰爭有部分地方可以互相掛鈎呢？咁可以特別要留意。咁中國國際關係喺抗戰時期咧，就唔需要特別話個情況係點樣，因為都有成若干年都冇見過，即係同某啲嘅課題一樣情況嘅啫。咁另外就係國共和談同國共內戰啦。咁當然過往都有問過國民政府戰敗嘅原因係啲咩啦。咁和談同內戰到底過往23年時又出現過25年 DSE 會又喺度呢？咁大家亦都可以深思一下嘅。咁你話出題嘅頻率係咪好高呢？又唔算好高嘅，係啦。咁所以你可以嗰個留意就係每一年出題目嗰個方向係啲咩先。咁當然最後就係社會主義建設咧，咁我特別留意，其實因為社會主義建設包含咗好多唔同嘅內容，咁所以咧特別我哋留意過往都係即係睇翻嗰個出題情況咧。咁你話土改啊、三反五反啊等等呢啲咧都有機會個出題個機率咧係會比較高啲嘅，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特別要留意喺就住社會主義建設呢個部分上面，會唔會可以都講多啲嘢俾即係考生知道咧，去留意多啲咧，係啦。咁所以因為始終個幅度真係太闊啦，係啦，即係正反土改、三反五反。咁第一個5年計劃當然就係建基於呢3樣嘢嗰個成效同埋嗰個嘅情況而去決定啦。好啦，咁當然文化大革命啦，文化革命亦都係啦。23年出過，咁到底25年會出咧？咁當然都佢多備無患就 OK 㗎啦。咁當然就係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咧其實都係一個唔係好多學校咧都會詳盡咁樣教嘅。咁但係改革開放咧特別我哋留意都開始近呢幾年咧都係梅花間竹咁樣出嘅。咁即係23年有見過，唔係24年有見過，咁26年有機會都會出現翻咧改革開放嗰個嘅背景啦、具體嘅內容同個措施同埋最終嘅成效係啲乜嘢嘅。咁呢度港澳台3地同內地嗰個關係咧，亦都呢個位亦都係咁多年嚟都未見過有嘅。好啦，咁當然對外關係咧，對外關係今年應該都唔算係大熱門㗎啦，因為上年出過。咁當然呢度都基本上係佔咗全題㗎啦。咁所以大家頭先所講到有啲地方上面嚟講咧，可能佢個空格會空得比較多嘅，或者上年已經出現過嘅，咁你可以集中咧就係即係先睇一睇到底佢個預測個出題個情況係點樣先。好啦，咁當然嗱，講完晒呢一個我哋所講到嘅一啲出題上面嘅趨勢咧，咁我而家咧就同大家講少少一啲關於唔同題型嘅一啲嘅答題技巧上面。咁當然我哋呢個講座咧，我會拆開咗2個大部分嘅。咁第一個部分係卷1，第二個部分係卷2。咁當然未必可能用得數晒預期就2個鐘少內嘅內容。因為始終為咗方便大家即係聆聽時候收堂咧，咁所以一陣間我哋會將嗰個卷1嘅部分咧，我哋會先係上載咗先。咁然之後咧，卷2嘅部分咧，我哋會等卷1完咗之後咧，咁大家可以再慢慢聽都 OK 嘅。好啦，咁我哋睇一睇援引史實分析題。咁援引史實分析題咧，其實我都專登揀咗幾個一啲大家即係坊間考生咧最容易會犯錯嘅一啲題型啦。咁呢個援引史實嘅分析題咧，到底我哋特別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咧？咁我當然有啲事例都會同大家去分享下嘅。咁以10分為例咧，咁唔扣題嗰啲咧，當然你淨係講個內容而忽視咗扣上同某內容嘅關係咧，其實就算你個內容幾豐富都好，你只係能夠得4至6嘅中卷量嘅分數嘅啫，唔會超過6分。咁所以你特別留意你援引史實分析咧，史實係好重要嘅。咁如果你係內容理據係欠充足咧，就淨係得4至6分中下部量嘅分數嘅啫。
咁當然，如果你嘅內容理據係疏略嘅話咧，甚至係唔能夠高於3分嘅。咁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門人師嘅分析題咧，其實都好睇到嗰個嘅對於個史實上面嘅要求。好啦，咁當然亦都唔好大家咧就唔好按照住嗰個篇幅嘅長短咧去即係唔係都係嗰個寫得多同寫得少，唔係評分嘅一個最關鍵嘅內容嚟嘅。你要睇你個內容個論述嘅有效度，同埋你個每個論據係咪由論點加上有效嘅論證。咁呢個論證咧，正正就係要大家要記嘅就係嗰個史實嘅內容，到底點樣去作出一個有合理嘅申論？記住唔好咧就係用一個舊有嘅模式，就係列點1、2、3句咁樣列出嚟咧。咁呢個唔係一個完整嘅或者一個好嘅分析嘅題目。咁所以大家要特別要留意，就係以10分題為例。咁如果你見到呢類型嘅話咧，大家要特別留意清楚。好啦，咁當然引例嘅話咧，換引師嘅分析題咧，2023年 DSE 第5題。咁呢條題目其實好直接，又冇資料，淨係叫你換引史實去講清初君主推行啲乜嘢嘅措施以爭取咧漢族士人嘅支持，咁10分。咁你特別要留意啦，嗱呢條題目咧其實講到明啦，係爭取漢族士人嘅支持。不過呢個位咧，大家喺要留意嘅地方就係咧，邊有咩地方咧？飲啖水先。嗱，如果尤其是咧，佢冇資料，但係喺條命題入邊已經講到明係漢族士人嘅話咧，大家就一定要留意，佢係講緊爭取漢族士人嘅支持。咁所以咧呢個位即係我所講，佢點樣懷柔對待呢一班漢族嘅士人咧？咁嗱，佢唔係話鎮壓呢班漢族士人喎。咁呢度鎮壓嘅話咧，即係或者用高壓政策去對待漢族士人，呢個位係唔能夠提嘅。咁當然而家咧咁樣題旨入邊有寫到明係爭取漢族士人支持嘅話，固然最理想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冇有埋資料嘅話，咁你就要判斷到啲資料佢係講緊佢係高壓對住班漢族士人咧，定係比較溫和啲或者比較懷柔啲對住班漢族士人咧？呢個係真係要睇清楚嘅。咁呢條題目咧，23年 DSE 第5題咧，其實好嗰啲當然就能夠講晒所有爭取到漢族士人支持嘅措施啦。咁包括恢復科舉啊、諸庸崇儒啊、編撰典籍啊呢啲等等都係嘅。咁個充實例證係好重要，因為你係史實分析題。咁但係如果有啲嘅考生咧講又會講埋啲咩咧？即係錦上添花，講埋換漢並重啦，禮待明亡士人咧，呢啲都係一啲加強説明嘅部分。咁但係當然話比較差啲嘅，咁啊淨係講嚟講去就係講完個措施嘅內容，但係講嚟講去都講唔到個重心。咁同埋甚至到咧係冇留意到條題目，因為人哋寫到明係用咗乜嘢措施去爭取漢族士人嘅支持。咁所以咧特別我係留意個題目嘅要旨喺個士人度，就唔係民眾同士人其實針對嘅嘢都唔同嘅。咁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真係你喺審題時候，如果一答唔清咧，有機會成個作答嘅大方向咧都會係有所影響嘅。好啦，咁啊當然換引史實又嚟分析題咧，咁當然都係嗰句啦。嗱，恢復科舉考試呢度我唔特別長講啦。你呢個係一個論點，但係個論據你係用翻即係一啲好具體嘅博學洪辭科啊、山南引日科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實際嘅例子。咁當然啦，尊孔崇儒咧，咁當然都係嗰句啦。親自祭孔廟啦，康熙帝咁啊推崇宋明理學啦等等呢啲嗱，都係我哋特別留意，都係我哋所講爭取到漢族士人嘅支持。咁另外啦，就係編撰典冊啦、康熙字典啊、四庫全書呢啲咧，都係爭取漢人氏族嘅支持嘅。咁啊，最後就輕徭幕府禁制宣隊啦，或者盛世之丁永不加賦啦，呢都係我哋特別留意嗱，盛世之丁永不加賦同輕徭幕府同禁制宣隊呢啲咧，就真係唔係針對住士人咧。咁基本上如果你寫咗咧，都係當無考得分嘅。咁所以咧，大家要特別留意清楚條題目。如果冇題目有資料嘅話，咁你要留意清楚資料前文後理嗰個嘅情況，同埋真係要睇準，因為如果淨係根據資料並唔永先日咧，有機會佢係會忽視咗本身呢條題目嗰個嘅題旨嘅。咁所以咧，大家要特別要留意係爭取漢族士人嘅支持啊。好，另外史實説明題，史實説明題咩嚟嘅咧？史實説明題其實啱啱講
level one 1分嘅10分入邊攞1分嘅內容好貧乏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 level 5 9至10分嘅話咧，就係個多角度能夠論述得到內容係非常非常之完備，表達係非常之清晰，先至能夠做到呢個事實説明題。事實説明題呢度我就唔特別用 DSE 嘅事例嚟做例子，不過咧我要同大家講一樣嘢就係、當呢事實説明題咧，其實係要好着重嗰個故事個脈絡。咁你當成個嘅史實咧係一個故事形式咁樣發展，前因後果係乜嘢咧？呢個係大家要記嘅。好啦，咁同埋亦都唔好喺温書嘅時候咧忽視咗部分事件嘅經過。咁當然啦，都有一句經過咧，其實有某啲嘅事件入邊嚟講，佢個經過唔算話特別重要。咁但係有啲嘅內容咧，你唔記經過咧，其實基本上咧，對於嗰個課題嚟講，你嘅掌握程度一定係低㗎啦。咁我哋特別留意有啲咩嘅例子咧？咁例如英國走私鴉片戰爭爆發啦，咁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嘅，就係英國走私鴉片係咪直接即刻就去到鴉片戰爭爆發咧？其實嗱呢個位咧，亦都係我想講成個嗰個脈絡個前因後果。咁中間其實都經歷咗啲咩嘢咧？特別我係留意講緊鴉片對中國嘅禍害啦，咁所以導致到朝廷入邊有持禁派同埋嚴禁派啦，咁最終林則徐成為咗欽差大臣，落咗去虎門銷煙。咁當然我哋特別留意嗱，呢啲嘢就係從鴉片而起嘅，咁所以最終咧鴉片戰爭咧係爆發，咁所以咧你特別要留意，因為鴉片對中國嘅影響實在好大，咁所以咧開始有人提議不如禁煙啦，咁所以咧最終禁完之後，又一連串嘅我所講嘅一啲紛爭啦，咁所以咧特別最終先至導致到鴉片戰爭爆發嘅。好啦，另外民眾仇外到前幾排我點樣引發到八國聯軍節爆發咧？呢個位又係嘅，咁都有個網友留意開咧，就係有啲就直接就係講緊民眾仇外啦，前幾排我咧，但係點樣仇點樣排咧，又冇特別提及到嘅。咁當然民眾仇外當然要追溯翻去到鴉片戰爭之後咧，即係簽嗰啲不平等條約，有好多其實都給予咗好多傳教士啦、教徒啦嘅一啲即係自由嘅權益。咁啊當然令到佢哋咧就有咩事起上嚟嘅時候咧，地方官就唔敢處理，咁所以導致到咧民眾嗰個地方坊間嘅情緒咧開始係越嚟越高。咁當然亦都有關乎到我哋所講到咧，就係因為汽車啊、輪船啊等等呢啲火車咧入到嚟中國咧，對原有傳統嘅嗰個發展，即係社會上面發展嚟講係有影響嘅。所以點解民眾仇外會引發八國聯軍節爆發咧？咁當然慈禧排外咧，當然集中嗰個嘅方向當然就係講緊佢不滿意英日兩國就包庇呢一個梁啟超同康有為啦，咁甚至到阻止佢廢除光緒皇帝啦。咁呢啲都係我特別留意。見到有一班大臣亦都鼓勵慈禧用義和團去排外咧，咁所以所有嘢咧就點起晒啦。咁所以最終呢個八國聯軍節就爆發。咁所以咧特別要記清個故事入邊嘅大方向。咁當然就係另外一個啦，就係天時地利人和點樣令到辛亥革命成功啦。咁當然就係講緊革命力量嘅領導有方啦，孫中山咧就不斷去宣揚革命啦，即係籌募唔同嘅經費啦。咁呢個當然第一樣嘢啦，革命團體嘅興起啦，有埋晒綱領啊，有埋晒一啲嘅內容嘅大方向啦。咁同埋當然就係呢個保路風潮啦，即係鐵路國有化政策，亦都導致到湖北省被空虛，所以咧呢個亦都係涉及到咧我哋所講到，其實中間有好多唔同嘅 step 咧，係最終先至推論到咧，即係最右手邊嗰個箭嘴後面嗰個咧係個結果嚟嘅。咁所以咧嗰個因咧係要解決得到，或者個因咧其實正正就係導致個果會出現嘅一個情況嚟嘅。咁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成個史實説明題咧，就係故事脈絡前因後果。咁當然另外就係元狩一帝制出現咧，咁啊當然就1912年至1916年咧發生啲咩事件咧，咁呢度都要大家要留意嘅，即係佢唔係突然之間出現要復辟元氏帝制嘅，佢背後有好多我哋所講強化自己權力啊，甚至到點樣令到自己成為一個獨裁嘅一個即係恢復帝制嘅一個每一件事嘅情況啦。咁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要熟讀清楚咧12至16年各大事件嗰個嘅內容嘅，因為呢個其實好多嘢都牽連到日後元世可以係正式稱帝，恢復復辟帝制。
好，立場同議題，立場同議題咧，我哋特別留意。立場同議題咧，其實就係以實分為例啊，都係嗰句。咁啊，當然如果題目列明咗兩個角度，咁如果你特別留意答案超越咗兩個角度咧，係會屬於無效論述，唔會評分考慮嘅。咁如果你話唔係我淨係側重喺某一邊而忽略另一邊咧，嚴重失衡 Level 3就封頂㗎啦。咁當然你記住立場同議題一定要有好堅定嘅立場，唔可以咧前面同意後面不同意，唔可以前後立場不一。立場如果模糊唔明確咧，Level 封頂，甚至到可能再低啲分數。咁當然嗰句啦，都係嗰句，唔應該按照住你個篇幅長短寫得多同寫得少唔同嘅。咁但係最重要係睇你個理據個有效程度係啲乜嘢，同埋個新能夠做到一個合理嘅狀態咧。好啦，咁啊另外當然最忌立場同議題咧，最忌有立場模糊不清嘅情況，咩小部分同意啊，不完全同意啊，大部分同意咧就完全不適用於我哋中史入邊嘅。咁當然我哋有留意嘅嘢就係有啲嘅內容上面咧。咁篇幅上面有正面啦，亦都反面嘅論述，咁你自行要判斷到底當中會唔會係，如果叫你淨係分析嗰個原因啊影響嘅話咧，咁你咪按照住主要嘅內容去睇咯。咁但係如果調翻轉，如果你係成篇一係就同意，一係唔同意，咁你嘅結論咧，記住就唔好前面引言就同意，後面嗰個總結會咧就不同意。咁所以咧最終呢個亦都會去判斷就係立場唔清晰、自相矛盾嘅。咁啊，用一個例啦，2023年 DSE 第4題，咁啊，夏文帝漢化係咪鞏固咗北魏政權啦？咁但係特別留意條題目講到明政治同文化啫，你講經濟唔得嘅。咁當然好嗰啲考生當然係寫得到啦。咁但係如果唔好嗰啲咧，其實坦白講，佢冇留意到其實條題目淨係集中得兩個方面啫，其他方面都唔特別講㗎啦。咁所以你特別留意當然嗱，同意又好，不同意又好咧，都有一啲相關嘅建議嘅。咁啊，當然特別我哋留意清楚就係原來去漢化之後，其實都引發到北魏政權內訌啦，同埋陸鎮之亂啦。因為其實慢慢學習咗漢族人嗰種嘅柔弱之風啊，令到佢哋原本嘅強悍之風冇咗啦。咁所以特別我哋留意嗰個嘅立場同議題呢個事例，或者我想講嗰個大方向咧就係咁樣。咁當然啦，比較差啲嘅咁啊，就係講來講去咪就係夏文帝嘅漢化措施係啲乜咯。咁但係同嗰個題目係完全冇關係嘅。咁都係嗰句正面同反面冇問題嘅，喺一篇作文入邊或者係一個討論嘅地方嚟講。咁但係你記住有啲位你係要落結論嘅，落結論。即係不論正面又好，負面又好，咁當然都係嗰句係要得出一個嘅結論嘅結論。咁所以咧，立場同意最忌咧就一嚟冇立場，二嚟就係個立場咧左右漂浮。好啦，咁啊當然亦都有講到啦，都係嗰句唔使長篇大論將夏文帝漢化措施嘅內容詳細寫出嚟嘅，因為呢個唔適合嘅。咁所以當然你話咪政治上面有啲咩特別寫啊，文化上面有咩特別寫啊，咁其實呢兩個淨係扣連到呢兩個範疇就 O K 㗎啦。咁啊記住佢冇叫你經濟同社會就唔使特別寫啦。咁當然啦，呢個亦都引申出就係呢個都係政治部分嚟嘅門閥制度啦。咁啊漢族四姓本身喺嗰個社會同地位上面享有特權啦，同鮮卑貴族嗰百姓咧係開始慢慢睇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所講咧一個延伸補充嘅內容嚟嘅。咁當然，如果你話不同意嘅話，唔係喎，佢有北魏政權內訌喎，陸鎮之亂喎，咁呢個係咪一個最大嘅政治打擊咧？係。咁當然文化上面，我哋特別留意就係講緊咧開學校啊、尊孔崇儒啊等等呢啲咧，就令到本身嗰個南遷官員啊，或者我所講到咧嗰啲人咧，鮮卑族人咧就開始生活變得腐化不理政事，所以咧文字基礎係相對比較薄弱嘅。咁當然你話唔係喎，門閥政治問題其實點樣引發出一啲負面影響咧？呢個大家都可以特別留意嘅。我話是否足以解釋題咁啊？通常都有資料內容啦。咁但係而家咧冇資料內容嘅話咧，通常都係題紙入邊顯示嘅。但係是否足以題咧，大家特別要留意。問法最問得多就係知道乜嘢嘅觀點係咪足以解釋乜嘢啦。甚至有人會問到就有人認為乜嘢係咪足以解釋到乜嘢同嘅乜嘢咧？你同唔同意咧？咁呢個位大家特別要留意嘅。咁如果你回答不足以或者不足以咧，記住
不足以相對而言係比較容易寫嘅。咁但係除非你話唔係喎，睇嗰個資料係好詳盡咁介紹咗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嘅話，咁點算呢？咁你都可以答足以嘅。咁當然足以同不足以係要睇清睇出個資料，同埋睇你過往嘅即係一個情況。你覺得足以好寫啲定不足以好寫啲呢？好啦，咁不足以嘅答法有啲邊3樣呢？第一咁當然要先禮後兵啦，講到資料講到題目嘅地方係咩先？第二先至講其實原來資料都冇提呢啲嘅內容喎，咁呢個就補充。咁跟住咧，再指出其他因素或者論點，呢個位咧就係正正就係成個3部曲嘅一個步伐嚟嘅，即係呢個是否足以解釋題目。咁俾示例大家睇啦，23年 DSE 第6題呢條都係難嘅。係咪軍事同外交策略失誤足以解釋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嘅原因呢？咁但係特別留意下，呢個係講緊軍事上面嘅失誤同外交上面嘅失誤。咁整體嚟講係差嘅呢幾年，即係呢一年嗰個作答情況。咁包括就係咩個軍事策略，咩個外交策略呢？其實佢哋都唔熟悉，就將所有軍事嘅嘢全部塞晒落去。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有離題嘅嫌疑嘅。咁所以你記住，人哋講得到成個嘅策略呢，策略就要留意，唔係關乎到所有軍事嘅嘢都一定係關乎到成個策略嘅部分嘅。咁當然外交戰略上面都有一句啦，主力都係要講緊呢。錯失先機啦，同埋咧最終列強係企埋身，乜都唔做啦。咁所以呢特別留意係講緊軍事策略嘅失誤同外交策略上嘅失誤，其他嗰啲係一律都唔會特別提嘅。咁當然呢個位大家要留意，是否中意提，亦都係大家最致命、最掌握唔到嘅一啲嘅內容嚟嘅。好啦，咁當然你話唔係喎，仲有啲咩嘢例子呢？咁當然嗱，呢個就係延伸再同大家講詳細少少。如果答軍事策略或者外交策略上面如果你話答足以嘅話，有啲乜嘢嘅方向可以處理呢？咁當然你話如果唔係喎，不足以咁，其實坦白講嚟講去都係講咩呢？講嚟講去都係講緊一啲即係你可以見到嘅佢要回應到嗰個題旨或者資料入邊所講嘅內容係啲咩先？不過如果淨係集中喺軍事同外交策略失誤呢，其實係唔夠嘅。咁包括咗啲咩呢？南洋啊、廣東啊呢啲袖手旁觀啊，甚至到呢，基本上大家支援係唔夠嘅。咁甚至到可以提及到就係葉志超最終係逃走啦，喺平壤逃走到呢一個我哋所講中國境內呢。咁最終係被稱之為長腿將軍，有啲咩就走先㗎啦。咁所以你特別要留意嗰個是否足以解釋題嗰個嘅答法係點樣答嘅。係啦，咁暫時卷一嚟呢度先。咁我哋卷一呢個部分呢，我哋會先上咗先嘅，咁卷二部分我哋留翻之後㗎啦。